457句金句，道歉心理學。最近咧，香港有兩個公開嘅道歉事件都引起廣泛關注。一個就係一個屯門中學嘅校長咧，就同學生去到新加坡，同當地一個保安爭執，被拍攝啦嚇，咁叫佢公開致歉並且辭職。另一個就好資深嘅籃球教練咧，就2年前掌摑學生，咁嗰條片被公開咗，佢亦都道歉。牽涉到道歉嘅真諦、道歉嘅層次，道歉點樣道歉先至係真道歉咧？當一個特別有權威、有影響力嘅人涉嫌可能有一啲不當嘅行為，呢個道歉究竟係止血啦、承擔責任啦，還是只一個管理風險嘅工具咧？嗱，我自己就覺得道歉至少有5個層次嘅，就係由止血去到修復，咁亦都由個人去到一個公共嘅責任嚇。5個層次，層次越高，承擔越深。第一個層次咧就好含糊咁樣講遺憾啊，譬如呢件事真係令人遺憾啦。咁呢個係最含糊嘅，冇承擔責任，冇認錯，甚至冇任何意圖去做任何嘅改變、任何修正，咁往往令人反感嘅。第二個層次啦，就真係講好抱歉，但係都係好條件式嘅。如果令到你唔開心，我都感到好抱歉。同樣係冇責任嘅，只係聚焦喺我覺得好難受啊，好唔舒服啊，一啲感覺嚟嘅啫。同樣容易令人覺得好表面、交氣、交火，只係想掩飾或者唔想承擔責任。第三啦，就開始承擔責任啦，就明確指出係我做得唔恰當，我嚴重疏忽，我傷害咗你，我傷害咗邊個？咁呢個開始真係去承擔責任。第四層啦，就真係有具體嘅行為補救處理啦，譬如有支援啦、接受調查啦、賠償啦、損失啦，或者金錢上或者實質上嘅一啲行動。第5層啦，就成個體制嘅反思啦，有新嘅預防機制啦、監督制度啦，避免重犯。因為嗰個錯誤唔一定係孤立事件嘅，可能係長期個體制嘅默許，長期嘅體制問題，未必純粹係個人問題嚟嘅。特別喺我哋嘅社會咁強調權威、咁強調面子形象咧，當權者往往係唔容易道歉嘅。咁同時個社會透明度越嚟越高，問責嘅呼聲越嚟越強嘅時候咧，其實領導者任何團隊嘅領導人都必須更加正視個承擔嘅責任，表裏如一。如果唔係咧，個道歉可能流於表面嘅姿態，而冇真正嘅問責嚇。咁因為道歉可以係一種權力關係嚟嘅，地位較低嘅通常係即時要求被道歉，譬如學生向老師道歉，員工向老闆道歉，仔女向阿媽道歉，向老豆道歉。但係權位比較高嘅人咧，係比較容易拒絕道歉嘅。咁呢個都係睇到一個社會有幾成熟，係咪是否要求有權力嘅人都要承擔責任，亦都是否能夠保障到弱勢社群嘅人都能夠發聲，都能夠申訴嚇。因為道歉唔單止係弱勢者嘅責任，其實係我哋每個人 everybody's issue， 我哋每個人都要面對。咁人與人嘅信任、社會嘅信任先能夠建立。因為如果道歉只係一個程序咧，咁其實好快就會帶嚟好多長遠嘅問題嚇。咁我哋值得反思翻嘅，即係當道歉能夠成為集體嘅責任嘅起點，而唔係淨係止血嘅工具咧，先能夠修復尊重、信任先能夠建立嘅。我哋值得問翻自己喺我哋人生關係上邊有冇一啲關係，我哋值得道歉。